丐幫內訌，長老鬥幫主。佢哋曾經並肩作戰。今日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社民連老幫主黃毓民尋日喺旺角搞街頭論壇，長老之一嘅馬草黎喺後面做乜呢？咪喺度收集黨員簽名，聯署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要求領導層就近期連串分歧解釋咯。要求解散而家個領導層？我哋會考慮提出呢個要求。如果領導層已經就住我哋嗰幾個議題作出一個好圓滿嘅解釋或者答覆嘅話呢，咁其實可能未必需要去到呢一步。就喺7月中嘅行委補選，入黨冇耐嘅馬草黎同小辣椒爭，盛傳同馬草黎一樣，好想喺港島出戰立法會嘅秘書長季思傑就打正旗號支持小辣椒，心病就咁開始啦。之後馬草黎喺協調機制下冇得參加南區補選，後嚟仲力撐選民力量，希望瓦解泛民嘅協調機制，內訌逐漸浮面。到社民連想成立港島支部，又觸發行政委員會有冇權咁做嘅爭拗。唉，睇到咁，老幫主真係百般滋味在心頭咯。即係你個政黨民主化，你有個過程噶嘛？啲後生仔肯講嘢，咁有咩壞啫？唔同意見嗌下交，閂埋道門。喂，共產黨咪和諧咯，團結咯；民主黨咪要和諧團結咯。佢話自己係支持陶君行嘅內閣嘅，但都認為有需要同黨員交代下。陶君行就話社民連而家好似狂牛走入瓷器鋪，亂衝亂撞，撞爛晒啲嘢咁。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